天主教神學小問答263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：最近看了一部非常科幻的電影，內容包含了來世轉生、冷凍復甦、意識上傳、外星殖民，當然也有很多人類與外星居民的你死我活的戰爭等等。不知道作為基督徒應該怎樣看這些東西？答：這些內容應該是歸因現代科技發展後的想像，特別人工智慧、機器人，也歸因人類追求在現在的物質世界無病無痛、長生不老，不管是在地球還是在外星上的超人類主義 （transhumanism） 和新時代 （New Age） 思想的產物。基督徒對這些複雜的問題比較簡單化的回答可以是：一、人工智慧機器人能力很大，但正因為他們沒有靈魂，只會按照人的指令行動，會產生很多很嚴肅的倫理問題。誰來操控機器人？只是有錢有勢的人嗎？為什麼目的操控？是為貪婪掠奪的目的，致使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，或造成社會倫理道德關係的失序？這些都不是科技發展就可以回答的。二、人不要太輕信，人類的外星殖民計劃真的可能嗎？不要說形成生命的自然條件非常非常苛刻，一點點微小的變化都會讓生命的產生成為不可能。真的有一個完全像地球一樣適合人類生存條件的星球嗎？另外，離我們太陽系最近的星，以光的速度1秒鐘走30萬公里，走一單程都要走4年。人類真的有能力移民到那裡嗎？或者真會有外星人來探訪地球嗎？三、來世轉生是不符合基督信仰的。人是靈魂肉身合一體，一個人的靈魂是獨特的，身體也是獨特的。張三的靈魂只適合張三的身體，不會適合李四的身體，更不會有人的靈魂投胎轉生到動物的身體上的。四、其實相信天主許諾的永生的人，在物質世界長生不老的吸引力是不大的。要記得，人是有罪的，人心沒有改變的話，不論在地球上還是移民到外星上，都會產生嫉妒、紛爭、仇恨、痛苦、死亡。與天主在一起的天堂才是沒有痛苦、悲傷、眼淚和分離的幸福世界。人在此生此世努力做好人，就可以到天堂去。目無天主，要尊己為神，為所欲為做壞事的人，是無法到耶穌許諾的天堂的。五、人生的痛苦，很多時候是因為別人違反了自然律和道德律的罪造成，有時候自己也要負一些責任，是真實的，要努力去除，但也是暫時的。為愛和真理的緣故而接受痛苦的考驗，甚至有意義，也一定有百倍的償報。六、現代人失落了對天主、對罪惡感、對人生四末、死亡、審判、天堂、地獄等的信仰，容易產生有些可愛包裝的超人類主義和新時代思想，以及上述的這一類的影片。